你才是真的。这么肯定？相当肯定，因为我从未见过将士们用这样的眼神看着自己的主将。懂得观察兵卒的眼神，你很不错。都死到临头了，为何发笑啊？人说吕布有勇无谋，今日一见，令我恍然大悟。悟出什么？悟出水镜先生士气论的精髓。士气论，就是那篇天下第一谬论呐。说说看。贬敌台己，其法有三：其一，敌将出胜者，贬己方武将鲁莽；其二，敌将多胜者，贬己方军师择地失当，其后天时预判失误；其三，敌将常胜者，贬其有勇无谋。常胜者被贬为有勇无谋，那不正是敌人对吕将军使用的手段吗？这就是敌人维持士气的法子呀！原来如此。今日得遇西凉军的常胜将军，在下倍感荣幸。过奖了。主将虽勇，赢得战争却还是要靠每一位将士一刀一枪去拼。归根结底，战争就是两军士气间的一场较量，对领军者名声的一场吹嘘。能被称为有勇无谋者，天下不出几人。你是其中之一。自黄巾之乱后，河北袁绍的势力迅速拓展，也是两个被称为有勇无谋者的功劳。你是颜良还是文丑？在下袁绍麾下上将军，即6军军师文丑。